继续咱要来看，伫新北中和有一间以东南亚为主题的册店。这册店内底册，敢若会当借，是袂当买回去的哦。创办人讲，伊经营这间册店已经10年的时间。现此时，东南亚的资讯伫咱台湾是已经愈来愈丰富，伊的目标嘛已经完成啊。按算伫咧今年4月份，就会把这间店收起来，改做是摆档的方式，继续来推广东南亚的文化。 我们现在这一箱就我们刚算好，有29本印尼书。小小的空间内，将无同语言的册分类整理装箱。这间伫新北中和的东南亚主题册店，自2015年开始经营，今年4月份就要收起来啊。册店的设计充满东南亚的元素，有菲律宾、印尼、越南各种东南亚语言的册各6000本，大部分拢是民众热心捐予册店，豆豆啊累积落来的。 这唔但提供东南亚族群一个所在阅读，也帮助台湾人了解东南亚的文化。每一个国家有它自己的一整套栏位，所以它的东西会比较细。然后如果在其他书店的话，就会变成一个东南亚栏位里面放着一大堆类似的书。不管是对倒位来的人，拢会当伫遮看册，伫遮开讲。 有民众赶紧把握时间来册店看看咧，册店内面小小的黑板顶悬写，册敢若借无要卖，无限制借的时间，也会使伫册顶悬写笔记，分享家己的心情。自由选择甲分享是创办人廖文章和张静成立册店的初衷，因为伫10年前真少有和东南亚相关的册，因希望会当互伫台湾做工课的东南亚移工有一个空间看家己母语的册。 伊若有法度会当读着伊家己母语的册，伊家己的讲伊家己的话，其实伊会较有自信。阮是相信讲，因较有自信的时阵，因伫台湾的生活较舒适，伊舒适伊的工课嘛会做较好。 创办人张静也表示，东南亚议题这几年伫台湾愈来愈受到重视。目前伫图书馆也有真侪东南亚相关的馆藏，因认为10年的时间有够，已经有记得啦。这10年来，册店的存在就敢若一拍灯火，照光东南亚议题和文化。虽然册店要收起来啊，不过逐个礼拜的下晡，因犹原会伫台北车头涂骹摆档，提供免费借册服务。记者梁家嘅柯炳哲新北报道。